兄姐妹平安。在信仰的道路上，还是服事的过程当中，或者是我们在生活上的一些现实面，总是会有遇到困难，或是你不想面对的时候。但是不要忘记一点，就是还有主耶稣，在主耶稣身边是最大的福分。让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《我心大欢喜，主样心意》。我心大欢喜，主样心意，虽然你虽然那尊的天，最终的好处，
这条卡波时阵，敢有敢都树愈开来？有吗？有，穿越沥青啊！一脚步一脚步，依靠圣灵，我们可以得到帮助。这次灵修会的主题呢，是走向应许之地，路可能不好走，或者中间可能会遇到岔路，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只要记住，时刻和主亲近，与主同行，他必会时而看顾保护我们。要记住一点，其实我们并不孤单。人生或者是信仰上面不同的阶段，都会遇到不同的试炼或者试探。但是深信，我们若有主耶稣，他与我们同在，在他的引领和帮助之下，让我们至少经过都平安。得蒙救主，引领帮助，至今经过。深信耶稣恩典，不怕将来的试炼。得蒙救主引领帮助，
路你就看顾。不是乱风，主就看顾，伸他伸手来扶助。我心时刻赞美感谢，得着耶稣就够了。天父上帝慈爱丰盛，怜悯保护永不停。前面所有一切挂虑，完全交托我救主。天父上帝慈爱丰盛，怜悯保护永不停。前面所有一切挂虑，完全交托我救主。我灵魂有平安。在主里有快乐，有平今日的平安如活水涌出来，虽然在世上有苦难，环境如波浪搅扰我心忧烦，我灵魂在主里有平安。今日的平安如活水涌出来，虽然在世上有苦难，环境如波浪搅扰我
你。